大家好，又翻嚟我哋芒向編輯部節目時間，有我嚟自澳洲嘅曾 BC，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亦都有嚟自馬來西亞嘅大馬 Sir。各位芒友好啊！喺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哋3個頻道芒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希望你留低建設性嘅留言啦。好啦，今節呢，我哋就要講講，大家知道呢個南海非法仲裁呢，就已經10週年啦。呢10週年其實呢亦都睇到最直接受到影響嘅，當然喺海上邊係要維持生計嘅漁民啦。其實而家呢，菲律賓所謂嘅叫做非法仲裁呢，係種下咗10年嘅禍端嘅。呢批漁民呢係越過越差。不過咁政客係繼續做 show 噶，因為剛剛有14個國家咁就為菲律賓發聲嘛，因為呢個非法仲裁呢啲肯定挺佢啦。有咩國家呢？日本肯定搞事啦，澳洲、加拿大、愛沙尼亞、德國、意大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新西蘭、菲律賓自己啦、羅馬尼亞、斯洛文尼亞、英國同埋美國噶。有冇發現一樣嘢呢？冇一個國家係東南亞域內國家嚟嘅，肯定唔會有啦。你最多就話日本咩啊？佢亞洲國家啊，新西蘭同埋澳洲係印太啊，都係唔屬於域內啊嘛，都唔係域內。其實馬來西亞已經有機制嘅。係啊，同埋咧，你睇到呢啲好多都係美國小弟。有一個國家佢好正，就係南韓啊。南韓好正喎，因為南韓咧就係冇跟呢啲國家簽署聯合聲明嘅。外界認為呢個反映咗南韓對中國大陸嘅關係上面嘅考量，同埋因為佢同金正恩太近啦。如果佢得罪大陸嘅話，你諗一諗，有冇人可以勸得掂金正恩呢？好啦，呢啲域外國家就亞支亞裝冇落過，但係真係身於其中嘅漁民就最慘嘅，因為佢哋嘅生存空間係不增反減。除咗漁民之外呢，冇忘記菲律賓究竟得到啲咩啊？根本乜嘢實質嘢就冇，你就係用呢樣嘢轉移你國內嘅視線啫，搞啲民族主義啫。而家呢，對於呢啲漁民同埋喺該海域嘅從業人員嚟講，聽起上嚟仲裁呢個非法仲裁呢，好似你贏咗，但係實際情況呢就輸清光，因為中國政府呢始終係講明咗係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不執行嘅，認為呢個係非法無效嘅仲裁嚟嘅，根本係一張廢紙。裁決其實咧喺中國嘅實際管轄區域，好似黃岩島周邊咧，完全係落實唔到。咁雖然菲律賓成日話我哋有權，但係你都做唔到啲咩嘅。咁但係你嘅民眾咧，尤其是漁民最慘嘅。仲裁之前呢，中菲雙方存在住某種默契，即係隻眼開隻眼閉。我哋成日講嘅南海都咁噶，馬來西亞、越南、文萊、印尼同中國都有啲地方係有領海之爭嘅，但係選擇咗咧，都係用呢種叫做默契，大家各自爭議一齊發展。咁仲裁案之後，由於中方加強咗對黃岩島等等海域嘅管控，咁菲律賓漁船同埋其他船隻入呢啲傳統漁場捕魚時嘅難度大增嘅。菲律賓漁民曾經亦都講過咧，佢係受到中方船隻嘅驅逐嘅，並且攔截嘅。咁導致，因為中國肯定係維護自己主權嘅。同埋以前咧，其實都係一樣係維護自己主權，但係你玩嘢啊嘛。你而家將一個模糊嘅地方，或者大家覺得係將來有得傾嘅地方，你覺得冇得傾，咁我咪冇得傾咯。我只能夠手硬。等於你菲律賓早前同日本又係傻嘅，喺台灣地區東邊海域咧，你搞陣乜幾嘢劃界咧，結果令到咧大陸啲船日日都嚟，真係蠢嘅呢啲。好啦，咁導致咧而家佢哋喺捕撈作業危險增加。經濟收入銳減，咁除咗係呢個係捕魚權之外呢，仲有乜嘢係輸咗嘅呢？仲有就係你嘅其他船隻科考嗰啲，你都係少咗嘅，少咗係可以進入呢啲海域嘅機會嘅，一樣嘅啫。咁大國博弈呢，從來都係講實力嘅。其實菲律賓好明顯就係美國嘅同埋嗰啲盟友啲棋子嚟，個個都知嘅，但係你選擇咗要跟佢哋一齊嘛，冇計啊！咁呢場呢，唔單止係中菲嘅爭端，更加係中美戰略競爭嘅熱點。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頭先有份啦，仲有啲小弟啦，日本啦、澳洲啦、新西蘭啦，支持呢個非法仲裁嘅。咁更加話咩自由航行啦吓。喂，但係你咁驚嘅澳洲，佢射個導彈你咁驚嘅？
嗱，咁中國咧亦都將呢個視為係域外勢力嘅惡意介入。咁對於菲律賓漁民嚟講啊，其實佢哋好簡單，只係想維持生計咋。但係由於南海嘅博弈，令到海上變成咗係鬥獸場，任何小規模嘅漁業衝突都會衍生到外交危機，令到漁民喺海上作業時咧提心吊膽嘅。咁當然呢14個國家嘅聯合聲明其實純粹係政治炒作嘅啫。呢種咧國際聲勢大，現場受挫係實質咧係非常明顯嘅。菲律賓你講幾大都好啦，有14個國家撐你，又點會俾澳洲佬會出兵啊？幫你打魚係護航啊？唔會啊，唔會咯，冇可能咯，係嘛？肥子導彈嗰啲驚到鬼咁啊，又話咩嘢破壞啊？破壞地區平衡，咁你去人哋嗰度去破壞地區平衡啊？喺南海搞震，喺東海亦都仲喺台海。咁如果你覺得咁驚嘅話，大陸都話好驚喎，你嘅搞震，係嘛？咁同埋咧，你哋經常講話咩劃界啊嘛，其實對於菲律賓嘅漁民嚟講咧，呢場所謂非法仲裁贏 Q 咗咧，最後尾佢哋就係最大嘅受害者，因為佢哋要靠個海去揾食嘅，亦都冇乜用嘅。咁另外呢個南海仲裁點解話佢非法兼且係一個叫做係荒謬呢？南海仲裁案其實呢都係一出披住法律偽裝嘅政治鬧劇，其實一切都政治嘅咋。佢唔單止冇辦法解決嗱，仲有咩失去啊？即係本嚟大家呢喺涉海問題上係可以傾，你連呢個回旋空間都冇咗啦，你冇辦法解決中菲之間嘅係涉海問題，除咗漁民出事，你嘅外交斡旋嘅餘地少咗，亦都成為咗影響中菲關係同埋海洋法治嘅一個非常混亂嘅來源。我哋剝開佢嘅偽裝啦，南海仲裁最少存在住10大謬誤嘅。第一就係政治綁架法律。南海問題係地區國家圍繞南海個別島礁主權同埋海洋劃界而產生嘅問題，所以頭先我哋講14個國家呢，個個呢都唔係南海主角嚟嘅。最搞笑亦都係咁，最搞笑係咁啊！咁多年嚟，地區國家通過務實對話協調，係管控分歧、推進合作，總體上維護咗南海嘅和平穩定。但係樹欲靜而風不止嘅。咁美國高調係宣布重返亞太嘅政策之後呢，搞局南海嘅動作就越嚟越多。菲律賓提起南海仲裁案呢，其實都係美國一手係呢挑釁同埋唆擺嘅。咁亦都有佢策劃同埋係操縱嘅。無論發起仲裁定係起草所謂嘅訴訟嘅狀紙啦，同埋組建仲裁庭都好啦，引號都係後續嘅操作炒作嘅，背後都有老美嘅影子，目的就係搞亂南海，從中牟利，維護佢哋霸權地位。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哋講呢個仲裁係非法嘅原因，因為佢一出嚟呢，就係披住法律嘅偽裝嘅政治鬧劇，佢係借法律嘅外衣將地緣麻煩引入區域，咁亦都係挑撥地區國家，打壓喺地區合作勢頭。咁第二個荒謬就係侵蝕主權國家，無論選擇咩方式解決國家爭議都好，都唔能夠違背主權國家嘅意志，應該以國家同意為基礎。咁喺領土問題同埋海洋劃界爭議之上呢，中國唔接受任何強加嘅解決方案。咁菲律賓呢冇經中國同意，單方面係提起仲裁，侵蝕咗國家同意呢項國際法當中嘅基本原則。如果放任咁樣操弄嘅話呢，每個主權國家都可以無端端被捲入自己唔願意參加嘅一啲程序。第三個荒謬呢，就係違約背義，中菲之間已經選擇咗通過係談判協商解決領土問題同埋係海洋劃界爭議嘅。咁但係菲律賓亦都提起咗所謂係非法仲裁啦，咁破壞咗中菲之間嘅約定，違反咗國際法上約定必須係遵守原則，亦都違反咗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簡稱係公約第280條同埋第281條有關自主選擇爭端解決方式嘅規定。如果同他國達成係契約，可以隨便咁樣係撕毀嘅話呢，咁國際社會將陷入係信任危機。咁第四就係偷換概念，菲律賓假意提起仲裁，唔
唔係為咗解決同中國嘅爭議啊，更加唔係為咗南海嘅和平同埋穩定。你而家睇到你啲漁民揾唔到食，咪唔係為咗和平穩定，你大鑊你蝕章啊嘛，啲漁民更加係。其實呢係為咗否定中國嘅主權。菲律賓明知佢嘅訴求涉及中國嘅南海領土嘅主權嘅，而陸地領土問題唔屬於海洋法調整嘅事項。咁但係呢，佢故意將陸地領土問題包裝成公約項下嘅問題。咁菲律賓口口聲聲就話咧唔尋求係判定任何領土歸屬，但係仲裁過程當中咧特定嘅庭審屢屢否定中國喺南海領土嘅主權。如果按照菲律賓嘅做法咧，其他國家領土問題亦都可能被包裝成為海洋問題，陸地統治海洋原則咧就被反轉啦，好多國家嘅海洋權益都失去保障。咁另外咧，第五個方法係咩呢？就係斷章取義。咁菲律賓呢，明知佢嘅訴求涉及係海洋劃界嘅問題，並且中國已經根據公約第298條作出聲明，將海洋劃界爭端排除出公約嘅強制爭端解決程序。咁菲律賓呢，就故意將海洋劃界過程當中需要考慮嘅因素，比如呢喺島礁地位等等嘅呢啲東西咧，係剝離出嚟，孤立看待，規避咗中國嘅排除性聲明。世界上好多國家，包括澳洲、加拿大等等國家，亦都作出類似嘅排除性聲明。咁菲律賓嘅做法咧，令到呢啲聲明咧形同虛設。但係呢啲澳洲同埋加拿大咧，佢就撐晒菲律賓噶，又係雙標狗咯。咁另外咧就係無中生有啊，菲律賓從未對於佢嘅訴求當中提及嘅事項，比如歷史性權益啦、島礁地位啦、傳統捕魚權等等，同中方進行任何嘅談判，但係故意將中非一般性外交磋商曲解為對於上述事項進行談判。咁亦都謊稱呢已經用盡一切雙邊談判嘅手段，係咩？即係話我搞掂咗好多手段啊，你都唔肯啦，即係講到你好野蠻咁，你有咩？亦都違反咗公約第283條關於仲裁事項交換意見嘅規定。如果按照菲律賓嘅做法呢，國家之間雙邊外交談判都面臨被曲解、被利用嘅風險嘅。咁第七就係篡改公約啦。仲裁庭無視中國南沙群島整體性，錯誤分割係處置有關島礁嘅地位同埋海洋權利問題。咁將南沙群島當中有住50萬平方嘅大島太平島呢，係判定為不能夠維持人類居住同埋佢本身嘅經濟生活嘅，呢個呢係癌礁。咁而並非呢可以享有專屬經濟區同埋大陸架嘅島嶼嚟嘅。咁呢佢哋認為呢，南沙群島冇任何島礁可以產生專屬經濟區同埋大陸架，但係太平島呢上面呢，植被係好茂盛，有井可以係有水飲嘅，亦都有椰子、香蕉、青菜、家禽可食。咁仲裁庭嘅裁定完全唔符合公約第121條嘅規定，同埋咧係南海地理嘅事實，根本唔理係解釋公約，而係咧肆意咁樣做一啲新嘅法律法規嘅，咁咧改寫咗公約嘅。如果美國認為南海仲裁案呢個非法仲裁咧，並且係認可佢，認為佢已經成為國際法部分，咁樣美國依據原本面積不足0.19平方公里，島上冇淡水嘅約翰斯頓環礁，主張20海里嘅專屬經濟區咧，咁就係非法嘅。即係話，如果係咁話，你都係非法喎。咁另外咧，仲裁庭第8個咧就係仲裁庭喺審理過程當中，多次咧對菲律賓冇提交仲裁嘅事項進行裁定，違背咗不告不理嘅原則，咁違反咗公約附件附件7當中第10條嘅叫規定仲裁嘅裁決咧，應該以爭端主體事項為限。咁菲律賓咧只係要求判定黃岩島同埋仁愛礁附近嘅係捕撈行為，咁仲裁庭咧就將範圍係擴大到成個南沙群島嘅。哇，你好明顯幫 Q 晒佢嘅啦，係嘛？都唔使講自動波幫佢啦。咁菲律賓咧即係要求係判斷個別島礁嘅法律地位，
咁仲裁庭咧就將佢擴大成為係判斷南沙群島所有島礁，咁樣都得嘅喎啊！咁仲裁庭咧本應該係客觀公正嘅裁決機構，但係表現得咧比菲律賓更加似原告要鋤死你咯，因為佢西方控制啊嘛呢啲。咁另外捕風捉影啦，菲律賓咧拼湊關聯性同埋係證明力係不強嘅證據，咁咧亦都係大力咁握喺手中。咁仲裁庭主動咧幫菲律賓，好搞笑，佢主動幫菲律賓查找證據，咁搞笑喎！你主動幫佢，咁你不如屌你即係求證啊！你不如自己落場踢埋佢得唔得？啱唔啱啊？咁亦都違反咗誰主張誰舉證嘅呢個係基本法律原則，其實同誹謗有啲似啊！你要舉證啊嘛。咁仲裁庭咧喺認定關鍵事實時，大量係採信缺乏相關性咧，同埋實質性，同埋係證明力嘅呢啲叫證據嘅。咁例如憑住3份菲律賓漁民嘅宣誓書，就大體認定菲律賓喺黃岩島附近擁有係傳統嘅捕魚權，而且呢啲咧宣誓書咧仲係菲律賓喺起訴仲裁後專門為咗咧係訴訟目的製作嘅，即係喂吓，唔係之前有佢後嚟先製作嘅，喂咁樣都得㗎喎，喂好好笑咯，真心講。嗱，如果按照呢個標準咧，係咪任何個人嘅宣誓，你宣過誓咧，都可以係對相關海域主張有權力咧？按照佢邏輯係㗎，係嘛？其實量身訂做嘅好多嘢都係嗱，咁最後一個咧就係衝擊法治啦。南海仲裁案唔單止無助於解決係中菲喺南海嘅爭端，反而令到南海咧嗱，呢個就係佢失去嘅地方。其實就同而家漁民咧大獲之處一樣，而家南海問題更加複雜嘅。所謂仲裁損害公約嘅完整性同埋權威性，挑戰緊國際海洋法律嘅呢個秩序，背離係國際法治基本要求噶，亦都危及係其他國家同埋社會整體利益。其實國際社會咧應該引以為戒嘅。咁當然而家國際社會啊，即係佢尤其是西方嗰啲啦，嗱，你記住14個國家發聲明嘅啫，而且咧冇一個係南海國家嚟，好好笑喎。最搞笑就係咁咯，頭先都講過噶啦。哇！你加拿大好遠喎，你立陶宛波羅的海嘅喎，唔係南海波羅的海喎，係嘛？冇湄公咁遠走嚟南海，即係冇湄公咁遠，你講啱。好啦，咁今次如果你仲覺得呢單啊叫做非法仲裁案仲有咩荒唐荒謬之處咧，亦都可以留低你嘅留言嘅。多謝各位，再見。再見。